一個男人如果識聽老婆話，呢個男人一定有福氣。點解咁講？因為老婆對伴侶嘅叮嚀同勸誡，其實係菩薩借佢把口傳遞嘅善意指引。老婆係你呢一世同你相處最耐、緣分最深嘅人，佢勸你少飲酒，係出於對你身體嘅關心；催你早啲返屋企，係想你平安冇事；吩咐你多行善事，係幫你積福報。你可能成日覺得佢管得太多，好鬼煩，但你未意識到呢啲都係菩薩借住佢嘅心意，默默咁守護你嘅周全。佢可能唔識得深奧嘅道理，但一句少啲食煙，一句遠離衰人，言行謹慎，字字句句都係幫你擋災消禍，化解潛在嘅危機。佢願意管你，掛住你，係因為打從心底將你當做最親嘅人，真心想你安好順遂。如果有一日佢唔再囉嗦，唔再過問你嘅事，變得冷漠沉默，嗰就係你完全失去福氣嘅開始。